这副皮囊给我算是白瞎了。哎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要淹死了！我会游泳啊！救命啊！姐姐救救我！姐姐救救我！救救我呀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打我干嘛呀？还让不让人好好洗个澡了？我先走了。走什么呀？找我什么事儿？行了，把脸转过来，哥不怕你看。九哥让我给你的，说是齐胜的药不管用，这药用了马上能出淤青。你怎么知道齐胜给我上药的？睁开眼睛跟我说话。我要说什么我都给忘了。我问你，你们是怎么知道齐胜给我上药的？昨天晚上齐胜到你宫中，不久之后，传来你的一声尖叫，我在房顶上都听到了。你也没必要藏着掖着，家暴可以忍一时，但不可以忍一世啊！谁说我被家暴了？谁说我被家暴了啊？这是三天不打你是上房揭瓦呀你！啊？那叫声不多不少，不深不浅，恰好就是那种明明极其痛苦，却忍住不敢叫出声，最后忍无可忍才叫出了那种声音。你说，不是因为你陷害姜氏，被太子责罚了，还能是什么呀？哼，我只想说你脑洞太大了吧你！昨天齐胜来给我上药的时候，我没忍住疼，啊了一声。难道是我这顺风耳不灵敏了？我一直以为齐胜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小白的一个，没想到啊，你才是白痴中的战斗机呀！今日来还有一事，上次你被姜氏诬陷，太子又当众给了你一耳刮子，九哥怕你伤心，想请你吃顿饭。哎，你去不去啊？哎，不去了。你跟九王说那事儿，我压根没放在心上，饭就不吃了。别呀，九哥要给你个惊喜呢，你不去，他岂不是白忙活一场了？惊喜？什么惊喜啊？特浪漫，带你看海。慢着，差点把惊喜给说出来了。哎，你已经说出来了，九王有你这样猪一样的队友，也真是醉了。那你到底去不去啊？我一个大男人跟两个男人去看海，逗我玩呢？不去不去不去，太爷说了，我要好好休息。切，你不去，我一人去正好。哎，唉，又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。